伫个联华食品公司伫个彰化宝岛的工厂火烧厝，县政府稽查发现，这个工厂的消防安全甲建筑物安全的自主检查，县府拢无收到公安申报的记录，所以罚上悬的罚款30万。这场的大火是夺走着7条的性命，嘛互7个家庭来起角落。死者其中一个32岁姓吴的姑娘啊，已经伫个联华做10几年了，是厝内底大查囝。60岁老爸是悲痛痛哭，讲因为无放心着查囝上大夜班，所以这10多年来，拢是伊这个阿爸伫半暝2点骑着乌多摆送着查囝去上班，想袂到会发生这款的意外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目前还咧抢救的49岁女员工，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伊都无生命现象，送病院了后救有转来。目前是用低温疗法咧抢救，也未脱离着险境。规家伙也是祈祷，希望伊会当度过这个生死劫。我好女儿都就这样不见了，我的女儿都不见了，我真的很伤心，很不舍。养了这么大啊，这样的就走了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伫咧联华上班的查囝不幸过身，60岁爸爸挡袂牢，哭甲真伤心。因为着查囝安全，逐工送伊上班，煞想不到会发生这个意外。上3点的班呐，都是我都2点多起来，就在客厅等他。查囝是厝内上大汉的，自细汉就家小命命，伫咧联华食品工厂的包装部门做10几年。因为查囝坚持做大暝班，会当赚较侪钱，佮会当甲处理斗3工。不过爸爸袂放心。查囝骑铁马上大暝班，所以这10几年来拢是逐工半暝2点骑乌多摆载查囝去上班。照理说，第一时间应该是要疏散啊，可是第一时间就是喊也好啊，带人也好。厝里的人拢想要知影讲，这火是安怎烧起来，是安怎4楼的员工拢走袂出来，希望联华会当赶紧还一个交代。另外一个49岁姓柯的查某员工，虽网当场无开，不过尾有防救回来，佮大约佮伫抢救。因兜厝内有2个囡仔，一个25岁，一个23岁，规口罩的人拢希望伊会当平安无事。徐女士还在做低温治疗，那人还没有清醒，那还没有脱离险境。病院讲，姓柯的查某员工即马伫咧加护病房，当用低温的疗法咧甲抢救。所以我在生气这种啊，你们一直跟我讲说。人在冰库那边很安全啊！你们要想办法安全，先让他人救出来啊！那时候我有建议他们赶快用云梯车了。都相处得很融洽，然后一定会出去玩啊。后生讲，妈妈伫咧联华上班做10几年，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消息，随经卫新调赶倒来彰化，即马讲希望妈妈会当赶紧渡过这个难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